增加更多嘅位置可以落實呢個斜角行人路啦，包括我哋之前唐賢街、即係唐俊街、唐明街或者去入境處大樓啊、將軍澳呢一帶啊，或者新界東南，包括沙田馬鞍山一帶一啲位置都適合嘅，包括威院啊，你哋都會嚟緊落實，咁都希望會嚟緊增加更多嚇。其次咧就我都好歡迎多管齊下去處理呢個行人過路措施嘅。咁包括我想查詢咧文件裏邊第3點咧，就話協助建設長者殘疾人士咧，就其實一般市民都唔知道原來係可以用樂悠卡同埋八達通咧去嘟嗰個呢個智能裝置咧，就可以延長嗰個殘疾人士可以過馬路嘅時間啊！我想查詢下，究竟延長可以幾多秒？對於其他嘅道路交通有啲咩影響？或者如果係可行，係咪所有而家啲過路位都可以考慮安裝呢？另一個項目呢，就係你哋增加個安裝輔助裝置呢，就文件睇到呢，喺有安裝咗之後呢，係大大減低咗個交通或者意外呢係73%。咁你哋只係安裝咗100個地點。咁除咗聲浪影響之外呢，即係如果能夠調整到之外呢，我見到未有安裝有1900個地點嘅。我想問下署方有冇計劃幾時會安裝？咁大致我就希望係咁多啦。唔該。好啊。許書長。好啊，我先答咗我首先多謝翻方國珊議員咁支持我哋呢幾項嘅行人過路措施嘅安排啦。尤其是對個行人過路處嗰度呢，我知道議員都同我哋處方係好緊密聯繫啦。就住我哋而家都試咗第一個喺將軍澳嗰個對個行人過路處，我哋都會係積極去盡快去落實呢個工程啦。咁亦都可以睇翻到時個效果啦。如果係合適嘅話，亦都喺區內裏邊嘅交通安排啊等等各樣嘢係合適嘅話呢，我相信署方亦都會繼續同議員嚟到睇下喺將軍澳區內，甚至喺全港其他嘅地方有冇一啲合適嘅過路處可以做嘅。咁至於頭先就住話嗰19個地點嗰度呢，其實我知同事就話係要取一個平衡嘅。我哋而家首先做嗰100個呢，正大部分都係啲交通黑點，同埋覺得合適係比較多行人使用嘅地方去到做。咁至於有成19個其他嘅道路嘅口呢，咁我哋都會安排翻睇翻到時個合適性啦，同埋資源運用方面可唔可以做啦。至於增加個時間方面，我睇下郭先生可唔可以幫我補充下，睇下有冇個方面嘅資料。係，郭生。係，多謝主席，多謝方議員提問啦。就住咧頭先你提到嗰個長者或者殘疾人士咧嗰個延長綠燈時間咧，其實我哋喺2018年到2022年期間咧，其實係有一個咁嘅試驗計劃嘅。咁當時喺21個比較靠近長者或者殘疾人士成日出入嘅一啲路口啦，譬如佢哋長者機構啊或者服務中心附近咧，安裝咗咧呢個智能裝置。咁咧，其實長者或者殘疾人士用佢嘅個人八達通啦，或者而家嚟講嘅樂悠卡啦，咁就都可以咧係延長，只要佢拍完卡之後咧，都會個裝置咧就可以延長佢個閃動綠燈嘅時間嘅。咁但係呢個裝置我哋做咗之後咧，就發覺有個問題就係佢嗰個使用量咧，其實我哋有睇住佢，咁亦都計劃初期嗰時候我哋都一路有宣傳，但係個使用量都係比較偏低嘅。咁所以暫時咧，我哋而家咧只係繼續會係保留住而家呢啲嘅路口啦。咁但係咧就未有計劃咧去擴大嘅應用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同時會睇睇咧喺世界各地有冇啲新嘅技術咧，我哋可以利用到，可以幫助到長者或者殘疾人士更好咁過馬路嘅。頭先阿方國珊問起嗰個咧，為長者及殘疾人士延長行人閃動嘅綠燈。其實我問過好多啲長者咧，佢其實佢真係唔知道嗰個箱係點樣用嘅。咁如果成效不彰，你點樣可以即係再話諗下第時再推廣咧？咁喺宣傳教育嗰方面，係咪要加大力度，即係可以令到佢更加有效地被使用咧？咁唔該。